高雄美浓的这个合河里这河岸，因为去年风台霜长，到今年2月底开始施工，所以因为工程到单也未好势，这时间过程呢，一直爱断水，所造成农业用水无稳定。农民种的芭乐、香蕉甲菜苕，唔是卖大就是打死，就农民讲，因的损失加起来超过20万啊！有水。里长带农民做规划出爱有水通种植的心声。高雄美浓合河里遮将近100公顷的农地，因为水利局对2月开始伫水头进行护关修复，工程造成水尾的农田无水通浸，那有一寡菜苕拢打死了了。芭乐、香蕉嘛因为欠水未大，农民损失惨重。3、4月的时候那个价格很好啊，结果我包了3、4万口，摘了一半丢了一半，因为很小太小了，人家不收嘛，然后我就丢了2万多。7、8月的时候。他又给我没有水，根系断裂太严重了，已经慢慢的枯萎，已经在死了。还没有很严重，现在救看看能不能救回来。那你目前出估损失大概几成啊？目前差不多2、3成。农民讲，雨水期也当面强度过，这阵大水期到啊，送水未稳定，因已经淹半年外。当地里长嘛表示讲，水利局甲农田水利署施工进程拢无成协调好势，等甲农民气噗噗，30下晡才有水来，物件种不起来，20、30万的损失要找上头。我们农民需要用水的时候，看到没有水啊？你做工程是归工厂啊，但是我们农民需要的是水，跟农田水利会反映，爱理不理。经与在地农民协调，决议自10月30日起，以公7作5的方式，供水7天，施作5天，并于施工中搭配抽水机的作业，增加灌溉量。水利局表示，还有40米的护管要做，配合新的送水措施，会赶伫11月底进行完工。而针对地方指控无水通饮，反正拢无人插，农田水利署用本字回应讲，唔是事实，因拢有在协调送水。记者郭家做邱兆阳高雄场报道。